大家好，歡迎收睇今集嘅奶茶西多士，我係林木。今日我想帶大家翻去香港嘅飲食文化，好多香港人都認識嘅一個牌子鼎好大光麵。鼎好大光麵喺1969年由金源食品有限公司創立。呢款麵唔單止係香港茶餐廳嘅主打之一，更加係香港人回憶不可或缺嘅一部分。佢以真正香港味道聞名，係好多香港人嘅摯愛。你每次喺茶餐廳叫嘅沙爹牛肉麵、餐蛋麵、五香肉丁麵，如果你唔係特別要求轉做丁麵呢，基本上配嘅都會係呢款有蛋味、有彈牙嘅即食麵。香港茶餐廳嘅味道。其實大家又知唔知道大光麵呢個名嘅由來？原來因為個麵係冇包味粉，冇獨立包裝，所以叫做大光麵。講翻佢哋嘅歷史，喺70至80年代，鼎好大光麵幾乎係每一間茶餐廳必然使用嘅其中一款食材。當時佢嘅市場佔有率高達80%，但隨着90年代有更低價錢嘅內地即食麵進入咗市場呢，大光麵嘅市場佔有率就慢慢下降，直到依家只係剩翻20%嘅茶餐廳會使用。呢個唔單止係市場競爭嘅結果，亦都係香港飲食文化轉變嘅縮影。林木細個嗰陣，屋企都係開茶餐廳嘅，而我哋用嘅都係大光麵。其實大光麵有分兩個級數，貴少少嗰隻咧蛋味會重啲，平啲嗰款咧質感差唔多，但係蛋味就冇咁重。令人感嘆嘅係，金源食品宣布將會喺12月正式結業，亦即係話大光麵嘅生產同供應將唔會再繼續。佢哋喺社交媒體發佈嘅一則告別通告提到咧，味道會完結，但回憶會一直留住。呢句話唔單止代表咗品牌嘅結束，更加係對香港人嘅一個回憶。所以喺瞬息萬變嘅社會，我哋應該點樣珍惜呢啲曾經陪伴我哋成長嘅品牌呢？其實大光麵嘅困境唔係今年先出現，幾年前喺 ViuTV 節目茶餐廳，鼎好大光麵嘅負責人曾經分享過品牌嘅發展歷程，同埋佢哋面臨嘅困境。當時曾經引起好多觀眾對品牌歷史嘅回憶，仲喺社交媒體表達咗對呢款香港製造嘅食品嘅支持，令到鼎好大光麵嘅人氣曾經一度回升。而鼎好大光麵亦都嘗試推出家用裝，嘗試喺超級市場或者雜貨鋪銷售，希望增加銷量。好可惜，最後都係敵唔過市場嘅變化，只可以話唯一可以安慰嘅就係呢個歷史悠久嘅品牌喺面對困難嘅時候都曾經得到社會嘅支持。我相信香港人係會連結喺帶有情感嘅品牌上面。話俾大家聽，鼎好大光麵唔單止係一種食品，更加曾經係大家生活嘅一部分。如果大家對鼎好大光麵有咩回憶，或者曾經同家人或者朋友享用過呢款即食麵嘅故事，歡迎留言俾林木分享下你哋嘅經歷。呢個唔單止係一碗麵嘅結束，更加係我哋共同回憶嘅一部分。好啦，今集講咗咁多先。如果喜歡呢段片嘅朋友，希望你可以 subscribe、share 同埋 like。下次再見。